立委陈椒华表示，时代力量的议员专业问政受到真侪民众肯定。参像是台南永康区现任议员林义莹，就多次获评为优质议员，以此为根基，为壮大政党力量。目标要伫各地县市议会，拢至少要有3位议员席次，组成党团。16号伫十里台南党部召开记者会，介绍这次选战阵容，画出3席全上、力拼党团的口号。3席全上，力拼党团。时代力量这个政党，我们希望把从2015年倡党以来我们的努力，能够让大家看得到。所以在2022，我们的地方选举也是我们今年非常重要努力的目标。那在过去有几次记者会，我们只公布李冠霖参选中西北区。那今天我们也要正式宣布，我们现任议员李义莹也将参选这一次这个连任的这个努力。那今天我们特别也介绍新的参选人陈建大明。安南区台南市议员参选人陈建大明表示，一定2000年为美国返来台湾，就担任高雄博尔艺术开创团队艺术总监，所参与推动的公共事务甲社会运动，拢伫咧提升公民意识甲公民美学。现在返来到安南区选议员，就希望用美学增加城市的荣誉感甲竞争力。在台南的发展过程当中，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，就是用美学来增加这个城市的荣誉感，以及产业发展的价值感。所以呢，这一次回来就是希望把过去的国内外的这些经验，以及过去20年来在台南推动台南市社区大学、安南区的台江分校大庙新学，还有台江文化中心，还有我们台南的老屋新力，都是过去我参与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计划跟活动。那在大家政府以及民间通力的合作之下，也展开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出来。那接下来安南区呢，已经人口快速增加，道路建设也呢接近一种饱和的状况，所以其实安南区的发展，它应该要重视的是一个更细致的一个美学的管理。现任永康区市员林义莹表示，时代力量专业问政倾向大众认同，常常有民众跨区向伊定情，但碍于只有一席的力量，所以非常期待未来会当甲陈建大明以及李冠霖组成实力战队，共同为民服务。时代力量不管是从以往在立法院，还是全台湾各地的地方议会，其实我们都塑造了一个被民众所认可的，我们的问政的努力，其实大家是看得见的。所以这种强力监督、理性问政、不畏强权、揭弊的形象，让非常多其他跨选区的民众有时候也会来找我来澄清。那我都非常努力的，希望每一个都能够帮助到。可是碍于只有一席的力量，真的台南幅员辽阔，所以我非常期待未来大明冠霖我们一起组成实力的台南战队。台南市中西区北区议员参选人李冠霖表示，伫地方拜票时阵，会当感受到真侪民众对着时代力量有所期待。时代力量作为第三势力的政党，应会做大党唔敢做、唔敢讲的代志，为市民谋福利。时代力量作为一个第三势力的政党，我们想要做大党不敢做、说大党不敢说的事情。从我们陈椒华委员在中央监督我们的无查案，到我们的议员在地方努力的推动核防税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时代力量不畏强权、不畏财团的精神。同时，我作为中西北区的参选人，我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边，我希望回到这里来贡献。时代力量伫台南推出3位优秀人才，投入年底选战，希望会当3席全上组成党团，将更多市民的声音载入去议会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